好，讲啊。哎，就讲。Okay. I like the Chinese calligraphy so much, so I put the calligraphy combined with the popular subject bamboo to make my own composition in different feeling or combination. That's the one I'm thinking here. 可以吗？可以，Yeah， 就是随便你要介绍。对啊，好。OK， 这是2张，一张是 rest， 那张是 effort， 那张是休息室工作的前哨，对不对？所以你看这张是在 sit it down for rest, ready for next day。所以你看到这张是平稳的，这张是冲刺的，有 action 在上面啊。所以2张图画是我用 blue 来表达它，有 one stroke right here， 这边one stroke， 这是生命的感觉呀。我用红色，完了这个是有 action 在上面的，我开始工作冲刺，一样的道理，它这边也是有生命开始出来。啊，这就是2张不同的东西，但是一个 set。OK， 好吧。好。照相吗？还是 ？No video 可以了。那我要讲什么？就随便介绍啊，就刚才跟我讲一样啊。哦。这在哪里？这个是在高雄的fish market， 是印度的，然后是很传统的市场，因为现在很少找到这种市场，已经不是用那种日光灯的，那个吊灯泡的。那我的 intention 就是想要把那种感觉画下来，either给我的小孩看，或者是说外国人没有去过市场这种市场看的人，可以觉得说我们台湾的市场以前的市场是这样子。好，谢谢。OK。可以的。可以。拍好了。不是，你介绍 video 录影。这一张是在AT的 T 的 Fair 里面，我看到那个有一批 Jamaica 来的舞者他们在跳舞，我觉得非常有趣，所以我就拍下这一张照片。几张里面我选的这个镜头，那本来 background 是一些风景，然后画完了以后，我觉得太复杂，因为这2个 dancer 的衣服很花花绿绿的，所以后来我又把 background 整个 erase 掉，用一个很 simple 的色彩来表达他们这个跳跃的衣服的表现。好 ，OK， 好。这张是 Rhine River 上面的风景，是我们去 cruise 的时候从那经过。那是黄昏的时候，我喜欢就是因为这个颜色，这个云彩，很漂亮，像一层一层，然后颜色又不一样，然后这个城市就是不是这样 horizontal， 是 diagonal， 增加那个情趣，然后这个桥，然后这里有一个 church 在这边哈，这样配起来，我觉得是蛮 balance 的，可以表现出来那个地方那个时候的一个景色，主要是这样子。好。今年是我们的画会10周年，今天特别热闹，外面有很多活动。我们6个画家今年拿出来的作品也都是很不错的作品。我今年在这里展出有8幅画，这一幅画是虽然是去年的画，可是我今年有多一对那个对联，这个字是绿书，是我自己写的，很开心，所以这个是整个一套都出来了。
这是我今年最特别的作品。这个兰花好漂亮，这是爸爸送的台湾乡情关怀会。这个字写的也不错。下面这个，这幅画是我们黑沃山上的风景。这幅画哈是我们那个黑沃山上的风景，很漂亮，高高低低。这幅画的题目叫《第二故乡》。因为我们来美国，移民到美国来，住在黑沃，到现在差不多30年，也算是我们的第二个故乡。远远望过去是，这是台湾景色，远远望过去是旧金山。